大家好，我係 Florence。今日我哋會探討一個重要嘅財富管理工具——全權信託，並分享一個案例，關於一個名叫 Solomon 嘅兒子，說明點樣利用全權信託保護家族財富，避免因為後代飛撲敗家而流失。全權信託亦稱為酌情信託 （Discretionary Trust），係一種法律安排，委託人將資產轉移俾受託人管理，並授予法學嘅人全權決定樣同幾時向受益人分配資產。呢種信託特別適合用嚟保護家族財富，確保資產按照委託人嘅意願妥善管理同分配。我哋喺 YouTube 頻道上仲有其他關於信託嘅影片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全權信託嘅條款同細則，歡迎你收睇嗰啲影片。依家咁我哋就嚟分享一個關於一個名叫 Solomon 嘅仔嘅案例，保護家族財富免受敗家仔響。假設有一個家族擁有豐厚嘅資產，但其中一位繼承人 Solomon 生活自私，理財不善，令家人擔心佢會揮霍無度，損害家族財富。為咗保障資產， Solomon 嘅父母決定設立一個全權信託。佢哋委任一間專業嘅信託公司作為受託人，將部分資產轉移到信託中。信託契約受託於受人全決定如何同何時向 Solomon 分配資產。根據佢嘅實際需要同從財務狀況作出評估，全權信託酌情信託 Discretionary Trust 嘅優勢包括3點。第一點，控制資產分配，受人可以限制 Solomon 獲得資產嘅數額同頻率，避免佢一次過獲得大量資金。第二點，保護資產免受債權人追討。由於 Solomon 並無直接擁有信託內嘅資產，佢嘅個人債權人無法對信託資產提出追討，從而保障家族財富。第三點，靈活應對變化。如果 Solomon 後表現出更成熟嘅財務管理能力，受託人可以適當增加分配。相反，如果佢嘅行為未有改善，受託人可以繼續限制資金嘅發放。透過設立全權信託， Solomon 嘅父母能夠確保家族財富得到妥善管理，同時亦能夠照顧 Solomon 嘅需要，避免資產因佢嘅揮霍而流失。全權信託係一個有效嘅財富管理工具，特別適合用於保護家族資產，避免因為受益人嘅理財不善而造成損失。而如果你關心家族財富嘅長遠保障，可以考慮設立全權信託，以確保資產按照問地嘅意願管理同分配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取更多有關財富管理嘅資訊。下次再見。葉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